国说比如对因讲，天国亲像一粒挂菜籽，人摕去压伫伊的园。这个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，到大丛是较大，拢总的菜苋，刷落正清秋。比到空中的鸟来歇伫伊的枝，各样比如甲因讲，天国亲像甲妇人人摕去，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，到拢发酵。这个拢是耶稣用比喻甲众人讲，若毋是用比喻，就无甲因讲，来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讲。我要开喙说比喻，显明创造世间以来所隐捌的。51节，这个恁拢会晓得袂？因讲会，伊甲因讲。所以见若经学士做天国学生的，是亲像家主对因的库房摕出新旧的物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天国好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的主题是天国，毋知影你听到天国会想到啥？有位兄弟姊妹可能是有启示录，也是旧的圣诗。咱旧的圣诗中间有一首叫做《耶路撒冷黄金城》，咱可能会受到安尼的描写。咱想象的天国，这路拢是黄金铺的。也有人真羡慕启示录21章的描写，伊想象的天国路毋若是黄金铺的，迄个新的天新的地，拢是拿宝石、玛瑙、玉仔、水晶等等这宝石所起造的。这描写，互咱伫咱头壳内的天国，就是迄种金光闪闪、非常非常的贵气。但是会用这宝石来描写，除了当时的人看因是上珍贵的以外，启示录的作者也有伊特别的用意。所以咱就爱先转来，伫出埃及记内面的记载，出埃及记内面有提起。即个大祭司伊所穿的衣服碟是安怎制作？衣服碟有2条金带，顶面有一块一块的红玛瑙，这一块顶面刻6个，这一块顶面刻6个以色列支派的名。另外，除了即个衣服碟，衣服碟的外面嘛爱制作另外一块形地，这顶面有12块无共款的宝石。每一个宝石拢刻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，所以每一届大祭司要入去至圣所祈祷的时，拢爱穿这物件。这表示伫伊的祈祷内面，伊会将百姓放伫伊的心内，来向上帝祈祷。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用宝石来制作这物件，就是表示伫上帝眼中，以色列百姓是独一无二，是非常的宝贵。但是到伫新约启示录21章的记载，这宝石无阁挂伫祭司的胸前，这是12块，这12块的宝石原本12块挂伫祭司胸前的宝石，变做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，并且这宝石无阁刻这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，是刻12位使徒的名，这就是表示。伫新约了后，咱无阁需要祭司替咱祈祷，所有的人拢会当进到上帝面前，并且这嘛是伫讲，上帝救恩毋那是伫以色列民族内面，上帝救恩是互所有跟对耶稣的万国万民，这个人会形成一个新的团体，并且这个团体内面的人，伫上帝眼中拢嘛是极其宝贝。所以，咱来想，若是用咱现代人对贵重的定义，咱可能袂用圣经内面这个宝石来描写天国，因为伫咱现代有更较贵重的物件出现。所以，咱爱知影，这个物质毋是重点。作者毋那是讲要甲咱形容这个天堂、这个天国有偌阳光尔，用这个物件是要互咱明白。
天国是阳光的，但是天国的概念已经突破过去人所认知以色列人特权的迄种天国。天国的跨度是将所有的时代认捌耶稣的人拢包含在内，并且天国毋若是停留伫耶稣迄个时代，伊的深度延续到现代，甚至到未来。所以，咱的认知，咱对天国的认知，袂当干那一直伫遐想黄金、宝石这些物件，咱来用搁较开阔的眼光来认捌天国。但是，天国是要安怎认捌的？耶稣基督就是咱认捌天国的关键。伫旧约，天国的概念无显明，大概是用君王、治理这个字来形容上帝的权柄。但是到伫新约的时代，耶稣的出世，互天国有新的意义。因为耶稣一出来，开始要传扬福音的时，伊是讲：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这表示天国毋是人死了后去的所在。对耶稣开始，天国已经降临伫咱这个世界。另外，耶稣伫教示学生安怎祈祷，也就是咱所使用的主祷文的内面，耶稣讲：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这嘛是表示天国的来临，就是上帝旨意完全实现伫地面。所以天国毋是另外一个所在。但是咱看咱这个世界，互咱真失望，嘛有真侪人要袂认捌耶稣的救恩，是要安怎看出天国伫倒位咧？咱看耶稣的祈祷是讲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这就是表示天国已经开始，但是要未完全实现。另外，伫登山宝训，耶稣嘛特别指出，天国是属伫一寡颂香、悲伤、谦卑、刻薄，因为义来受迫害，才会人看袂起真弱小的人的身躯顶。所以，咱看见伫圣经，耶稣伊用家己的言行举止来启示咱，天国已经伫咱的中间，伊毋是离开咱远远。所以今仔日咱透过马太福音13章，即章会当讲是耶稣的天国譬喻收集，来学习安怎来认捌天国。这譬喻拢总有7个，3个是农业的生活，亲像野种、杂草、挂菜籽；2个是商业的行为，藏宝贝、找珍珠；一个是渔业，以渔业的作为即个爬网去掠鱼；另外一个是家庭的事务，就是即个米价的即个比喻。真奇怪呢！耶稣为什么无要用阳光灿烂，也是亲像咱所想象有迄个天使，逐工伫遐抱着竖琴伫遐来弹唱，咱人拢住伫黄金所起造的厝来讲天国咧？第一，这形容非常的遥远，不切实际。第二，耶稣就是伫强调，天国就亲像种子、挂菜籽、物件、宝贝、珍珠、希望，才会人会当伫生活周围看会见、摸会着的物件。但是咱毋是耶稣迄个时代的人，咱是要对倒位看见咧？咱要对倒位摸着咧？搁一摆强调，这物件毋是重点。咱的生活内面无挂菜籽啊，但是这物件毋是重点，因为对耶稣开始，天国内在甲外在溃烂，就不断地向咱来显明。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，伊讲：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天国的福音，互人认罪悔改。耶稣遍行加利利，伫会堂教师宣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百姓。中间逐样的症头，甲逐样的病痛，咱看见天国的福音带来实际医治。耶稣讲：独独我若靠上帝手赶鬼，就上帝国已经到伫恁。上帝国的降临，互邪恶无法度阁存在。耶稣讲：恁送香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上帝国是恁的。上帝国、天国改变咱的眼光。
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：上帝的国伫时会到？耶稣应讲：上帝的国临到，毋是显然，也袂讲伫遐，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的国是伫恁的心中。上帝的国伫咱的心中，所以天国甲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拢有关系，是咱摸会到、咱看会到的。但是伫遮嘛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用譬喻来讲天国？伊直接讲明，毋是较好吗？其实这个问题伫13章拢总出现2摆。第一摆是耶稣的学生问安尼问题：为什么老师你要用譬喻？第二摆好亲像是圣经的作者马太在替咱问这个问题。所以第一摆耶稣伊回答学生讲：天国的奥妙，互恁知，也无互因。第二摆是34节到35节，这拢是耶稣用譬喻甲众人讲。若毋是用譬喻，就无所甲因讲，来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，讲我要开喙说譬喻，阐明创造世间以来所允目的。耶稣用即句话，即句我用黄色的话考起来，即句话是引用诗篇72篇、78篇第2节，伫遐讲我要开喙讲譬喻，我要透开古早时的即个谜语。耶稣为什么要用引用诗篇即句话来加伫伊回答？为什么伊要用譬喻的即个问题？因为耶稣用安尼来证实家己的身份，伊是有权柄会当来宣讲先知因所讲的话的人。所以安尼耶稣的回答，互咱感觉真奇怪。好亲像耶稣是某一寡人来阐明天国的意义。但是，较将天国的意义另外一寡人来稳重起来。但是，咱爱知影，福音伊无针对性，因为耶稣是所有的人伫传福音。伊的听众内面嘛有法利赛人，有祭司，有遮的经学师。福音是互所有的人，但是谦卑、愿意相信、愿意接受呼召的人，才会当得到安尼真理。若是出伫歹意，还是想要找芳来攻击的人，这譬喻就成做刺，不断地刺插因的内心。所以咱看见每一届耶稣讲完譬喻了后，真侪罪人开始来跟缀耶稣，但是法利赛人、经学师这的人咧，拢是气不噗来离开。所以伫第一摆，这学生问耶稣，耶稣回答因讲：既若有诶，要互伊。互伊有剩，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也要抢伊。有诶，无诶，这毋是耶稣挑故意要制作出来两种诶矛盾。但是当人用恶意来面对真理，连伊原本有诶也要互抢去。耶稣伫遮讲诶，就是这经学师、这法利赛人，因看真理，但是因看袂起，佮自认是敬虔诶人。但是，伫因内心迄种真重形式、真假好的宗教行为，伫上帝国内面是完全无价值的。兄弟姊妹，除了圣经甲咱讲天国已经伫咱的中间以外，你敢有伫即时感受到天国的存在？虽然教会无完美，但是我伫教会内面看见天国，因为咱做伙伫遮读圣经。祈祷学习过天国的生活，我也伫兄弟姊妹互相帮赞的听的内面看见天国。今日有人私底下爱我转交金钱，予有需要兄弟姊妹，这无奉献证明通摕呢。但是这个人因看见兄弟姊妹的需要，我伫教会时光内面嘛看见天国。真侪兄弟姊妹愿意奉献因的时间，去学校、去公园、来教会，关心一寡要袂认捌耶稣的朋友。你咧？你敢有看见天国伫倒位？这个错误的世界不断地甲咱洗脑，互咱认为只有黄金宝石才是重点。但是咱较因为安尼失落对天国带来医治、权柄、
对代志有新的眼光，甚至耶稣所应允的应话，咱失落迄个期待。但是咱爱知影，世间所有的代志拢会过去，只有上帝袂改变。所以耶稣伊爱咱学习，并且爱咱看见，伫天国内面有价值的，毋是遮的财宝，是上帝永远的治理，上帝永远的掌权。伫迄时袂阁有死亡，袂阁有罪恶，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恢复到上帝创造咱的时迄种的美好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出上帝互咱迄个真特别的计划。所以面对遐尔值得咱期待的天国，咱会当安怎做？但是咱来拍破咱的观念、咱的眼界。耶稣所讲天国的譬如，互咱看出天国的快乐，是袂当简化做简单的道理，也袂当用人的方式来计算。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挂菜子，伊遐尔细。但是伊长大了后，较会当互鸟仔歇伫伊的顶面，是一丛非常大丛的树。面甲一点点仔无起眼，较会当互规层的面粉发起来，养饲全家。耶稣用细、弱细，而且譬如是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伫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互罗马政权统治，所以即个天国的真理。甲罗马帝国迄种真大的强权比较起来，是非常的细，非常的无气力，甚至当时的天国看起来也是失败的，因为宣讲上有气力的惊世的约翰互抬头，天现天国价值甲异象的耶稣也互钉死伫十字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若用人的眼光来计算。天国根本无甚物好期待的，所以咱看马太福音内面所有关系天国的这记载，拢伫挑战咱原本的价值观。亲像伫内面有一个葡萄园的譬如，有真侪工人伫无共款的时间，因入去即个葡萄园伫遐做工，但是落尾即个主人是互所有的工人共款的工钱，这是挑战咱啥？挑战咱对天国恩典的看法。恩典毋是干那互咱的，恩典是互所有的人。也亲像耶稣讲，咱爱亲像囡仔遐尔单纯，倚靠安尼人才会当入天国。这嘛是伫挑战咱，爱离开咱的自尊，离开咱的自以为是。但是咱敢愿意接受耶稣的挑战？来改换咱的眼光，互咱有新的眼光，会当对眼前所看的挂菜子来看见上帝国的扩展了。咱敢会当用谦卑的态度，对迄个风一吹就散的面甲来认识上帝国的丰盛？这拢非常需要信心，因为甲咱目睭所看的无共款。但是这个信心是对上帝应允有信心，毋是对家己有信心。因为家己无通靠，咱的性命太侪变数。亲像即摆的风台，伫南部有记者去采访即个农夫，即个种西瓜的农夫非常的忧愁，因为伊种的西瓜拢浸水，拢闭壳，无法度阁收成啊，伊的损失非常严重。但是咱来想，当伊伫种作的时，伊敢有想着讲，这西瓜会发生今仔日安尼的代志？无，伊一定是计算过伊种偌济西瓜，会当卖偌济钱，会当收偌济钱。咱对家己拢有自信啊，但是无想到100个风台，互伊的计划，互伊的计算，规个规伫空空。咱嘛是安尼。第二，虽然咱非常的软弱，咱非常的无信心，但是咱会当学习来成做天国的门徒。耶稣伫51节到52节，伊有问讲：我今仔日讲的，恁有明白啊未？这学生讲：我明白啦。经文应该到这就结束了吧？因为学生明白啦。但是耶稣佫讲，既若经学士做天国的学生的，是亲像家主对伊的库房摕出新旧的面的。耶稣讲安尼是啥物意思咧？咱知影经学士。因非常的骄傲伫因的学问，因无可能去学习
去承认、去接纳耶稣所传天国的道理。但是耶稣伫遮讲一句话，讲恁遮经学士，恁逐工伫遐研究遮旧约的经文，恁伫会堂伫遐教示人，伫遐宣扬律法，互百姓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但是恁阁欠一项，恁遮经学士，恁已经有上帝早时托宣先知所讲的话做基础。但是，恁若愿意明白、愿意领受耶稣所传的迄个看起来真违背传统天国的真理的时，你就会当完全明白旧约内面先知所讲的话，已经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完全实现，并且你嘛会当理解耶稣的来临、旧约的律法，才会当得到完全。所以，耶稣的譬如，耶稣伫遮讲的上尾一句话，就是讲。这经学士，因若愿意接受耶稣所讲天国的道理，愿意成做天国的学生，就好亲像互打通任督二脉。安尼的人伫宣讲上帝话时，会亲像一个主人对伊的仓库同时提出迄个新的甲旧的物件。通常伫咱的仓库放的，拢是旧的物件，甚至会生菇、有臭扑味、无合用。但是，若有耶稣基督所传天国的真理，即个旧的物件嘛会真做合用，会当甲新的互相配合。我想耶稣最后用经学士的即个例，毋若是伫指每一个时代宣讲上帝话语的传道者，讲这传道者爱不断学习，袂当一直摕仓库内面旧的物件来养饲信徒。这段经文也在提醒咱每一个信徒伫这个时代责任。咱的信仰敢毋是停留伫初信的阶段？咱毋愿意读圣经，咱毋愿意参与信徒的造就，听到神学、听到教义，就感觉迄是神职人员的代志。但是咱若永远用安尼的态度，就甲耶稣所讲的共款。仓库内面藏的拢是旧的、臭朴的物件。前一阵仔我读到 C.S. Lewis 伊所写的册《我如何思考基督教》，伊伫遮有真好的安尼对伫即种态度的信徒有真好的提醒。伊讲神学就亲像地图，教义无等于是上帝，教义只是一份地图。毋过，即份地图是真侪人因用因的经历，甲上帝有接触了后来做根据的，甲遮的经验来比起来，咱家己所领受的迄种激动甲敬虔，就显得非常的幼稚混乱。第二，你如果想要行较远，你就爱用迄张地图。所以讲，你若毋肯听神学，无代表你对上帝无概念。是讲你有真侪错误、无好诶、无清楚诶过时诶观念。今仔日真侪互人摕来做新点子来宣扬诶，不过是几啊世纪进前遮诶神学家因已经弃杀诶看法。兄弟姊妹，真正是安尼呢？特别是咱用中文诶世界诶人，咱中文真侪神学诶册，拢是安怎？拢是对这西方的册所翻译过来。咱摕到这本册，可能是10年前这个人伊所写的册，所以可能已经是过时，已经无合用啊。所以这嘛，亲像咱读的圣经，嘛需要圣经公会这学者不断地替咱来修订、来翻译，互咱这个时代会当认捌新的一个观念。但是咱若毋肯来接受这物件，就好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咱藏伫仓库，永远是迄个旧的、臭朴的物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不断学习，互家己对耶稣所传的，会当有正确、换新的认捌。耶稣讲，守旧的人袂当成做学生，只有不断学习、愿意改变咱固执、错误想法的人，才会当称作是天国的学生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。耶稣所传天国的道理，是颠覆当时所有的人的想法，是一种突发的观念。但是咱对信仰的认捌，
敢嘛愿意来努力向前，敢嘛愿意放落咱迄个偏见。耶稣挑战每一个时代愿意跟对伊的人，盼望咱勇敢面对安尼的挑战，互家己的生命进入更较丰盛的阶段。伫祈祷的进前，要来解答头拄仔所讲，咱唱第二首的圣诗，圣诗22首，为虾米讲上帝正手？为虾米无讲上帝倒手？为虾米无讲上帝双手？正手、右手代表关灵，代表官兵，所以咱等者咧唱即首圣诗的时，主上帝正手，伊感谢的时，就是带着上帝官兵，你感谢，伫解决咱人生所拄着每一个困难。咱即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圣经这披露会当来明白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无阁亲像当时的人，因爱透过这解说，才会当明白真理。主，你的真理，天国的真理，显明伫圣经，互阮知影。总是阮贫惰，阮毋愿意去读，所以真侪道理阮毋知。阮伫世间就过一个无快乐、无盼望的生活。主，恳求你调整阮的眼光，调整阮的态度，互阮毋若是听讲道，互阮平常也愿意伫圣经中间有较侪的研读。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赏赐互阮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